各位听众朋友，欢迎回来到咱宜兰之声少年人的现义广播电台。咱这一个来宾呢，赶快是13你好。东别你好。咱先要来问讲有啥物款的人客，互你印象较深的？什么款的人客？我知影酒店人客应该就无聊的，伊就本地就无聊啊，啉酒了就开始，就是无聊甲无人会听伊讲话，所以只好开钱来请人听伊讲话，听伊唱歌，甲伊拍谱啊。嘿，所以讲你拄着敢有较印象较深的？印象较深的哦，咱莫讲歹的。好，一定讲好的。我讲好的。对。有一个人客。伊是真疼惜囡仔的老爸，也毋过咱伫即个父权的社会吼，查甫人拢通常无法度去好好啊表达伊对囡仔的爱。拢毋是用讲的。对，伊就是讲我做安尼。摕愈侪钱，互某囝开愈好。嘿，也毋过通常即款的伊嘛毋知影要安怎，伊结婚啊，嘛囡仔嘛生啊，毋过伊着搁较无法度去表达，嘛无法度去经营。啊，意思讲可能逐工倒去厝嘛毋知要讲啥，毋知要甲某讲啥，啊，甲某讲伊的压力，伊嘛感觉讲啊，安尼敢若毋对。即款家庭敢若足济哦。有够济啊！有一个人客伊是真守规矩啦。伊伫阮遮遐济查囡仔的住所内底，伊嘛有介意的查囡仔，啊，伊嘛会讲去疼惜阮遮的查囡仔。伊若看介意你，伊就讲我甲你买下班。嘿，啊，就甲带出去。买下班是啥物概念？买下班可比讲，阮今仔日阮逐工拢爱做。上起码做8点钟，就甲普通咧食佚佗的共款。对，你就是几点转卡，嘿，就要甲你时间足，今仔日的时间足，嘿，就离开，当离开公司啊。嘿，通常伊就是真正就是请人驶车，再先载查囡仔转去厝里休困，伊家己才转去，伊拢固定袂超过1点。嘿，我上接听到伊甲我讲的一句话就是讲，即个时间阮某困啊，阮某困啊。某嘛知影伊来酒店。某会感觉讲，伊互某的感觉拢是讲去酒店讲生理。对啦。原来有一寡生理是咧酒店内底讲的。讲生的啦，嘿啊，落尾一拍啦。对。即个关系嘛是真趣味，即个人客是真好呢。咧，敢若咧小帅内底才有即款人客吼。无影哦，我看伊真正强要比阮上班的搁较认真来上班啊。嘛真准时下班。伊差不多拢一个月拢去几届哈。一礼拜2-3斗有。哇塞，这嘛大人客吼。嘿。算是大出手的。有即款人客是真好啦，毋过吼，定定会拄着足济，用骹来手来啦，叫伊纳钱，搁纳一个叫做有敢有迄种欠小迄款？通常拢会欠小。若是信用好的人客，阮的业绩干部通常拢互伊欠小是安怎咧？我今仔日互你欠小，你连工爱来回小，是毋是会搁坐一个？搁欠后一段来小，你就一直来一直来。对，你就一直循环对。因为每一公司每一楼咧，恁兜的电话号码嘛知影，袂惊你走去。也毋过咧，上惊拄着，咱知影讲，咱地下较有钱的是啥物款人，较有货的人。嘿，像知影讲欠人就无去啊。有影，就安尼。你正经吼，这白包有够大包。你去送白包的时阵，你到底是要找因某讨即条小咧，还是要找因后生讨即条小？嘿，因为其实欠小伊本人嘛是爱互伊本人签本票签名。嘿，对啊，正经嘛是有干部安尼啦，拄着即款代志。嘿啊，凡说因兜的事势，才会白包收的拄好。酒小就搁拿出去啊！赶快啊，甲因讨就对啦。嘛是爱无就是迄干部爱家己食落来。应该爱食饱饭敢有？
无啦，拢几十万啊。阮通常拢到月底就会开始要来坐无，人客就知影意思啊。这是另外一个世界吼，真正。另外一个世界。嘿啊，讲到另外一个世界吼，就即个另外一个世界语言啦。恁即马迄边，咱讲有个人客咧讲台语，你甲人客敢是讲全台语，还是讲开始有华语？我是讲，我是坚持尽量全台语啊，除非拄着讲。人客讲我听不懂。我会讲，无我。你着去学。袂当啦，咱嘛是。你爱甲我点，你爱先学台语。食人头落，一般因为公司的干部拢知影我即个情形，对，所以因为因遐，就会先甲我抬过啊。安尼。即个咱讲即个酒店的小姐，应该甲即步甲学起来，恁去学客语，学阿美式的语言，你就会当甲你。安尼，你的市场可能会比我更较少。毋着较专心嘛，较专心做遐几个人客就好啊，就毋免做甲安尼对无？也毋过你想哦，即摆的咱的卡拉 OK 伴手大，其实客语歌无济。对啦，对。你莫讲上出名的原住民歌手孙敏，阮兜参孙敏的歌就点袂着。是啊。系啊，你即款人客你要安怎做？真手心稳定的。安尼敢有适合？对，敢若当唱百元山鸟。对啊，就剩迄个。是较有年代。对啊，马兹卡会当唱马兹卡。毋过马兹卡。对啊，因嘛是以中国话为主的。对。这嘛是一个问题，现实的问题。然后就是卡拉 OK 唱无，安尼就麻烦吼。若是拄着人客一定讲华语，你要安怎？一般我工课还工课，私人态度还私人态度。我就是我面对人客，我就讲我尊重你要讲什么语言。对啊，你嘛爱尊重我，我敢讲台湾话。嘿，嘛是有拄过真特别的代志啦，就是。譬如讲。两个人拢有啉啊嘛，酒气压起来嘛。我死就是袂瘾讲中国话。人客杯仔就闪过来。你有甲闪过无？有哦。人客手家己叫杯仔挂着伤。你嘛是流利啊。我场面看者啊，你就知影讲，人会经过头顶动，你就知影伊的手势要位倒去啊。即个代志要安怎煞？要安怎煞？系啊。嘛无煞，就安尼。有煞啦，就是咱有动作啊嘛，别个小姐会甲你 cover， 所以服务人7月公主小也未来，干部未来。就甲请出去。对啊，我后盖教人过来，伊就袂甲你点嘛，对无？干部主动会知影，家己会知影讲安尼后摆即个人客来莫摆即个小姐。因为一般阮拢是平等的嘛，就是看台。你迄个时间有闲的小姐，你就必去看台，互人客看。看台是啥物意思？咱解说者。看台就是你人客已经坐好势啊，就安排小姐，即个时间有闲的小姐就排规排入来，互你拣。你看了会嗨，才坐落来。电视定有报，就去看啦，看台。是。古早时代迄无共款，古早时代好多点分盘啦，迄是小姐甲人客拣，甲人客点。小姐请你食薰，表示讲你会当甲我点。那有遮好诶，我嘛想要安尼。古早时代小姐就是安尼点分盘，小姐若无请你食薰，无请你食双炮台，迄就无，恁就无可能。那有遮好诶代志。系啊，古早时代小姐。我嘛想要安尼呢。你莫看台，看了人客若甲点，你就伊讲有讲上少爱点偌济安尼，时间几节？阮30分钟算。30分钟叫一节。嘿。伊讲上少就是爱一节，无。一节伊若无，就是到阵的下，相处的下，就是继续坐啊，坐到尾段安尼。若袂下的时阵。半中途袂下，就是先甲你讲，迄叫切台。切台。嘿，就甲你切出去。嘿。所以讲，咱有当时咧外口咧唱歌，唱迄落 KTV， 讲华语好多拖台前，其实是为恁遐来对无？
拖这数，嘿，拖这数，为恁遐来着。阮会啦，加减会啦。可比讲咧算啥物的时阵啊，啊，伫遐画牌啊，就看足久的。拖这数，拖这数。嘿，啊，佫有啥物款较啊？这数换了换一个换伊爱换新的小姐入来，啊是讲毋免伊就。佫排。佫排。排，嘿，佫排小姐。啊，若外口咧外口迄号做转台嘛，对无？转台迄是正统的酒店，我毋捌做过。哦。嘿，听讲是。5分就对。嘿，听讲是15分钟就转。哦，15分钟就。嘿，15分钟伊就会去别个包厢，啊，佫过10分钟伊佫转来安尼。迄听讲迄安尼趁是较比阮较紧，因为因一节是15分钟算，15分钟就嘿啊，几落百箍安尼。啊，敢无讲你咧按来即个人客时阵，别个人客要甲你叫，啊，你嘛去因遐，安尼无算转台。你讲共一个包厢？嘿啊。无算。无讲无共包厢啦。无共包厢对啊。安尼嘛算。对，安尼就是转台。啊，毋过这较罕发生着，对无？我听人讲正酒店伊是讲12点进前会使安尼。哦。12点要12点的时阵，干部就会来甲恁问讲，你有要甲小姐 call 起来无？啥物叫做 call 起来就是固定坐伫你即个包厢。嘿，啊 call 到底。啊，佮有大 call 甲啥？嘿，有大 call 小 call。恁出家人是安怎了解遮尔济？因为爱食中 call。大箍、中箍、小箍，中箍甲大箍、小箍是无共款的箍。阮是无中啦，就是大箍、小箍安尼。嘿，小箍可能2-3点钟，啊大箍就是要到底安尼，要到休困，嘿，要到下班安尼。要到下班叫做大箍安尼。哦，啊若箍出场咧，迄是安怎？出场即个事我真正爱好好解释者。因为我罕你拄着出场，毋过我若出场，我拢会甲我好朋友来。对。我会甲伊讲，我真要出场。嘿。人客招我去倒，到位我会翕相、翕地址，互我的好朋友看。甲即个保险嘛共款，有危险就对。对，我是感觉安尼是有一定的危险，因为你去到人的所在啊，毋是伫家己的公司啊，所以无人会当甲你照应。对。嘿，啊，若是讲干部会讲吼，这人客是信会过，信袂过。啊，出场一般出场无做啥物代志。嘿。无做啥物代志，啊有做啥物代志？啊有讲明的叫 S。嘿，咱台湾这边的叫 S，啊日本迄边叫 H。嘿，就是有名称顶发生关系。日本就讲 HCO。我怀疑你有咧偷食肉。有啊，我本地都有食肉，我爱食中箍啊。啊，你介意啉啥物款的酒？啉啥物款的酒？我拢啉菌的。菌哦，我拢啉迄个卡库特鲁较济。遮特殊，安尼伫阮酒店，嘿，你爱家己炸酒来。因为我朋友就咧开迄个酒，迄个嘿开吧，对啊，细间啊，定定去安尼。那讲着酒咧，好啊！考主场，若是讲莫做 S 即边啦，因普通时拢咧，恁要爱创啥？就是细老老安尼。嘿，细老老食火锅啊。嘿，阮台中火锅诚出名。拢足大间诶。足大间啊！台中火锅开甲拢哦，迄烧咧大间，迄毋知是开啥诶。嘿啊，阮有一间是开到透早7点。嘿啊，我真正想讲，阮兜有一个诚水诚红诶小姐，哪会无看？伊是毋是着，嘿啊，互人带去啊？是安怎好命安怎？无啦，嘛是伫咧火锅店拄着，换另外一间做尔。所以讲恁即个嘛会讲，有人客甲恁带走，敢会？即马敢？带走是啥物意思？带去做某？带去做某，我真拄好有当着，即马敢好讲？会使啊。我莫互伊看着即块就好啊。系啊。嘿，嘛是有。有。嘿，嘛是有。因为因的生活环境都拄袂着查囡仔嘛，阵讲拄着嘛歹势讲嘛。啊，伫即款场所较好讲嘛。嘿啊，约袂着佫拍别个就好啊。嘿，所以相对来讲，伫阮即款场所来拍起来嘛是诚济。讲到这，我就想着讲，马来西亚迄边啊，因有一句话，甲阮的话是共一句哦，啊，毋过。因的意思甲咱的意思无共款，咱讲这个人就好势啊，
咱若即台湾讲这个人好势啊，其实讲就是贵翁啊，贵翁，玩玩啊。对，啊，毋过马来西亚迄边讲这个人好势，就是讲伊要好野。哦，伊要开始好命，要出头天啊！这人好势啊，要出头天啊！对啊，迄工才知影讲哦，两个共款是好势，两个差遐济着。所以讲吼，酒店酒店小姐吼，酒店敢有讲想讲要做即道要做甲偌久，啥物会所要甲动，还是讲伫即个产业内底有无共款的即个工课当做安尼？目前也无想到搁较好的退路。啊无想到遐。嘿，因为有一个查囝爱请。对。嘿啊。啊，共产业敢有讲，你若是做到差不多50岁好啊，50岁敢有讲做家己共款伫咧产业内底，你会当做别迄种。可比讲升级做干部。嘿，敢有即个想法？我无呢，做干部爱攀销。哦。嘿。啊，人客即摆包白包，包白包也无要紧，因为伊有实习嘛。啊，你若拄着迄款做较偏门的，你正经会找袂着伊的人。哦。嘿，即款豆啊，哪来哪风险的哪来哪悬啊？因安怎算恁的偏门啊？偏门。因为对于咱即个做日头生理的人来讲，恁都已经算偏门啊。啊，佫有比恁佫较偏门的迄款。哦，感觉阮甲7-11共款正版，无算偏。嘿啊。阮嘛是做偌济算偌济，领偌济。咱听起来嘛是一扎安尼算安尼。对啊。咱是有做才有钱，偏门就是线顶跋筊的啦。哦，迄真正有偏。线顶跋筊，毋过我嘛感觉迄无啥迄。古早社会就有咧做着学菜的，意思是共款的。台中足济，迄工去因兜迄边看，拢一堆拢咧做这。伊讲伊看着知影，咱 producer 讲看伊驶啥物车、啥物穿插，就知影应该拢咧做线顶跋筊的。毋过我感觉迄佫无算啥，因为跋是某一部分人的天性。哦，对啦。你准讲你无做线顶跋筊，伊嘛会去找别位跋。嘿，爱跋的人。爱跋的人，你家己会找所在跋嘛。加白都有人摕来跋。对。是啊，就是我认为较无好，就是共骗的啦。嘿啊，骗老伙啊。诈骗的，迄个就济。共诈迄款的较无好啊。迄嘛会去酒店。会啊，因为即马其实咱的经济环境，开讲的时毋知影讲伊咧做诈骗的，敢袂？头起先当然嘛是袂互你知影。嘿啊，啊若选举到的时阵，伊会讲你要地一，嘛是甲你诈，嘛是要，迄毋是诈，迄招卡。哎，对，招卡。哦。嘿，迄讲到选举，阮即度的就是特别敏感啦，特别敏感啊，嘿啊！我要讲吼，我拢讲台湾话咧做石头嘛。我感觉我爱特别感谢国民党某一个政治人物叫谢龙介先啊，因为人讲啊，你讲台语的，台独的哦，啥，我讲台独的倒一个台湾话讲比我好，我上欣赏的是龙介先啊，其实我。参一届就无看过伊的名片，嘿，所以我定定互伊救，嘿，爱甲即个人物搬出来甲我救安尼，嘿啊，因为政治对阮即款场所来讲，你嘛是爱诚够看味色。哦。嘿啊，啊有诶查囡仔人毋捌啊，伊就讲啊，我要踮迄倒数天光来唱，我讲啊，你敢有先知影人客政治立场？有诶歌你嘛是袂使凊彩点来唱。我要点舞厅的名叫台湾。对，参照即款诶，嘿，所以阮面色真正，嘿，阮面色还足好诶啊。这嘛是吼，我咧访问的时阵，我无问到，就是讲敢有政治人物去你遐，啊，毋过这听起来就知影讲有啦，对无？袂使讲的秘密。啊，嘛是公开的秘密啦。嘿啊，公开的秘密吼，干那啥物款的各行各业拢会去占酒店。迄嘛毋是占，有当时因正经有诶是应酬。哦。嘿啊，啊，共款。应该嘛有人爱占的吧？有啦。对无？有啦。3-5个。所以我若面找遮个好朋友吼，阮政治立场较相像的，毋过因无看过。
迄个政治人物私底下的模样，毋过我看过，啊，我就袂去甲因翕片起赞。哦，爱小闪一下。对，我会知你倒一个人正经是不得已跳啊骹叫你来应酬，你一定爱来。啊，有一部分的人当然就是家己兴。对。好，今日吼真精彩吼，请到13，甲咱讲到遮济哦，为咱其实嘛是共款对即个女性咧，即个做工课啊，好做生意啦，还有伫外口走总吼，即个目标吼，开始咧讲落来，都是讲有足济迄个咱即个社会吼，抑阁有足济爱进步的所在啦。哦，那想要继续进步呢，首先就是爱甲咱的即个台语。三号调2号在成做一个正常的国家语言，所以咱即个节目呢，就是受到文化部国家语言整体发展方案来做的。所以呢，即季做了，咱阁要继续甲做落去。咱后一届继续来空中再会。再会。